故宫南院安算伫园区内面要起一栋占地4公顷的展览馆，未来展览的数量会当搁较侪，也会当有分布修复加保存的空间。这栋新的展览馆安算2026年就要来运作啊！以青铜文物会操作建筑外观设计的故宫新馆，透过设计师的小解，正式让大家来知影。2015年底开放的故宫南院，考虑到展览的内容甲空间不足，即阵暗算要起新的展览馆。使用科技的那一种数位展览，就会南院比较好发挥。包括所以也谈到了，修复跟典藏空间都会是可以。大家透过玻璃可以看的嘛？那这在北院是不可能的。新馆的位置暗算起伫咧南边的停车场，甲主馆中央上外的湖边，大约4公顷左右。目前已经来到细部规划阶段。嘉义县政府文化观光局表示，期待新的展馆会当带动嘉义县的观光，周边的乡镇嘛要对咧共同规划。体验观光人进来就是体验观光，去看宗教文化、看美食、看一些农产品。那外回去的话，就带我们的嘉义的伴手礼。那这样的话，就可以来搭配故宫南院未来更多的游客哦。故宫南院表示，民众入捌园区的时阵，拢会感觉入口甲展览馆之间路上过远。透过新馆的建设，唔能解决这个问题，嘛，互历史文物有科技化的空间，希望会当互全国的民众用无同的角度，经过来了解这的文物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